人何必窮追不錯呢？只要姑娘交出身上之物。珍珍，你先離開，呢度我處理。哥，知道。原來姑娘叫珍珍。想追我妹過住我呢關先。你嘅劍法到時有幾分意思？再照我一劍。侍衛大人真有意思。我王維京萬歲萬歲萬萬歲！正常，今次雖被對方走甩，但小人已得知賊人名字與下落，定會取回寶物。侍衛大人，你今次讓賊人走脫，理應受罰。停侍衛，朕現批准你出宮追拿賊人，1個月內莫寶物許俾朕。領命。正常，點解今次唔處罰停侍衛，展示你嘅威嚴呢？成公公，你太年輕啦！而家局勢，我最大敵人唔係外邊，而係西廠嘅連公公。我仲需要停侍衛幫我抗平橫西廠個貴物。西廠算什麼東西？你們西廠設立還不到半年，你憑什麼替皇上分憂？你問我西廠算係咩東西？東廠破唔了嘅案，由我西廠嚟破。東廠不敢殺嘅人我殺，東廠不敢管嘅事我管。皇帝要嘅寶物，我一樣可以搶。珍珍姑娘，珍珍姑娘，等一等。婷大人，估唔到你咁輕佻喎。珍珍姑娘，我剛才無心嘅。你係無心定我冇心肝呢？大人，你今次係嚟係想同我相聚，定想攞翻個九皇帝嘅寶物啊？其實小女子今晚係專程喺度等大人嚟。我想話俾大人知，小女子與哥哥並不是你敵人。我哋偷皇帝寶物係想引蛇出洞，西廠連公公先係我哋目標。連公公？係。個老貴話就係要得到寶物後再謀朝篡位。其實哥哥已經打探到連公公與西廠嘅人已經係10兩外雜型，估計明早就會攻嚟克賊，所以希望大人可以助與哥哥一臂之力。連公公一直都係聖上想剷除嘅人，但無奈佢一直藏身於西廠內，所以我哋先無從落手。今次難得引到佢出廠，我當然樂意與珍珍姑娘合作隨之。多謝你。八方風雨不如龍門山嘅雨，呢場雨仲未落，血腥味道係先到咗。人要殺，寶物都要取回。領命總監。珍珍，左路，俾我走！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。要取得寶物，先問過我把劍。沙塵起，劍影落，珍珍內座。搞掂。不愧係皇帝身邊大刀侍衛，好等領教你實力，試下我嘅蓮花指。珍珍姑娘，侍衛大人，我嚟朝。
你會再返龍門客棧嗎？珍珍姑娘，等我返去處理完事情，定會再返嚟。呢張畫照就係侍衛大人，上所講聖上有令，交出寶物，格殺勿論。